Hello，你嘅塔羅歡迎你啊！單身嘅你最近嘅感情狀態會係點呢？皇帝嘅塔羅牌話，其實你喺擇偶條件啦，或者揾對象方面啦，都會俾咗好多 standard，好多嘅 restriction 俾自己，而其實可能某程度係拒絕咗一啲有機會適合你嘅人嚟到你身邊㗎。咁所以其實當你去發出呢啲拒絕嘅頻率嘅時候，自然公平地啦，你執着喺呢啲條件上面公平啦，就會繼續去吸引翻一啲唔啱條件嘅人嚟到你身邊咯。咁所以如果你覺得自己單身咗一排都好似物色唔到啱嘅對象嘅，你反而第一步去 review 咗自己嘅擇偶條件，其實係咪真係適合你對應翻你未來想要嘅嗰個生活先？如果你發現我未來都真係要有呢啲咁嘅條件限制下嘅生活嘅話，咁其實宇宙話俾你知，咁你可能要再等一陣啦，因為其實你未去符合到嗰種幫你吸引到啱嘅條件嚟到你身邊嘅話，咁你就唯有去等待，等到自己繼續去成長，繼續去符合嗰個未來嘅畫面，咁喺將來先至有機會遇到你想要嘅條件嘅人咯。但係如果你話你而家就已經係想脫單嘅，咁可能塔羅牌就係提你去 review 下自己嘅擇偶條件啦，會唔會降低一啲要求，甚至乎去轉變下你嘅想法、你嘅概念嘅話，有啲你看似唔啱嘅人，其實佢都可以帶到課題同埋成長嘅動力俾你嘅時候，你都可以多啲去嘗試留意呢啲你抗拒嘅嘢啊！祝福你一切順利啊！